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这两三天突然间出了一粒气球，这粒气球呢，全世界震动，咱台湾嘛真关注。一粒气球飘飘飘，翕到什么是渺渺渺？是甘蔗气球来出包，也是雕工送去美国人的厝地的顶头。你来我下两边拢真气闹，今仔日来龙去脉心眼界，互你看透透。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气象专家，台湾整合防灾工程技术顾问公司贾新兴博士。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咱资深的军事记者郭鸿忠。你好，各位观众，安安。第三位是咱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张将军。主持人好，大家晚安。第四位是咱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林老师。大家平安。那么首先，咱来先来关心，如果你还佫无看到这条新闻，看到一个气球去用射落来，敢若卫星纸咧。在美国当地时间呢，也是初四的下晡，出动了战斗机 F-22，这个战斗机在大西洋的空中有一粒啦，疑似是中国的侦察气球呢，甲它拍落来。美国国务院 Blinken 本来是按算要来访问中国的行程，嘛暂时冻起来。那么专家分析，无听到这是中国的目的。而且是透过着侦察的这个气球，会当收集到相当的情报资料，会比侦察的卫星更较有效。敢是安尼？战机飞过天顶，拍落侦察龟龟，龟龟就往地面落落来。美国当地初时下晡，当局出动 F-22战机伫大西洋空中拍落一粒疑似中国的侦察龟龟。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初一就知影有一粒龟龟，慢慢要求国防部赶紧拍落来。They decided without doing damage to anyone on the ground. They decided that the best time to do that was we got over water outside within 12-mile limit. They successfully took it down. 为了拍落龟龟，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一度关闭南卡罗来纳州甲北卡罗来纳州在机场差不多2点钟耽误真济航班。而侦察龟龟出现，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周末要去访问中国的行程嘛暂停。中国嘛发布声明，表示已经甲美国讲是民用的飞艇，意外飞入美国境内，说互美国拍落来，批评美国违反国际惯例。不过，军事专家认为，这可能就是中国的目的，想要借此来观察美国的态度，甲表达不满。Because it's a balloon, it can act with a certain impunity in this sense and has this plausible deniability, saying that it's a weather balloon. And I think the statement that they were trying to make is that they are not okay with the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is closeness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前中情局分析员海尔特认为，有时阵透过侦察龟龟，会当收集到的情报会比侦察卫星更较济，会能测试美国应对枪声行为，计算美国军事准备的时间。而除了这粒龟龟，还有另外一粒中国侦察龟龟，正咧通过来自美洲。中美洲国家甲斯大黎加已经证实，有民众伫首都圣荷西看到真小型的龟龟飞过国内的空中，不过龟龟无消息，嘛无坠落。目前未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国际新闻台是童朋友。咱先甲观众朋友来点题吼，咱今日请到4位来宾哦，各有所长，而且呢，这个观点也真多，包括着讲是中国人挑的。要来，咱他看到这个影带内面讲是中国人挑的，要甲你讲，我无满意你甲台湾相近，或者是讲美国人挑的放伫遐，哦，后来甲你变出来，无爱互 Blinken 来去，甚至是讲民主党甲共和党要开始要竞选着总统是种手法，或者是讲纯粹就是中国人的气球啊较老。去到遐呢，无受控制，才飞甲去用看到，这种种啊，吼，敢若侦探局。而且呢，咱还去邀请到真正的气象专家。咱先来看吼，这个图表当中，那对这个气球的卡路来看，你甲看，对中国的内陆哦，吼，
这个热量一直飞出去，飞去到韩国的尾流，飞到日本的边缘，去到这，你看，这是气球的卡路，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无一定看得出来，所以咱甲换做安尼，你来看，这中国热量去到韩国的尾流，越过就日本，伊个会转弯世界，去到阿留申群岛，来到阿拉斯加。来到加拿大，佮入到蒙塔纳，佮上后尾伫遐佛罗里达大西洋当中，即美国人早，咱一定有一个疑问啊！美国人早，若去到这阿留申群岛，那以美国人的即个科技，早就知，敢会安尼？咱小等啊，一来想，咱来先问即个贾老师贾博士你甲咱讲，即个气球。你家己本身的看法是安怎？是真假气球吗？即摆应该水都照出来吧？好，咱一般咱伫做这个气象的观测，这个家规伊差不多1公尺到2公尺安尼。放去了伊这下骹会放迄个阮的气象的观测仪器，做这个温度啦、湿度啦，还是这个风向的这个观察。所以伊放甲这个愈来愈悬咱愈悬点空气敢愈来愈少，愈来愈薄。所以这家规会愈来愈碰，碰风碰到砰！当时会砰，差不多10公里以上，伊差不多会砰落来。飞袂去啊！伊就会落落来。这是阮伫做气象的这个观察的这个家规是无共款的。咱即摆看到讲这个较特殊的这个气球看起来伊这个较大粒嘛伊看起来应该有5公尺到10公尺以上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伊即摆伊的这个下面这个仪器伊迄个看起来可能敢若有太阳能板，伊较无共款，所以伊做的这个资料伊要收集的这个资料看起来应该是有一寡较特殊的这个目的。你感觉这应该唔是气象？这唔是阮的探空气球，唔是阮的气象的探空气球啊。像我头先讲过，阮气象放落来放一届差不多1万块左右，伊放去了。伊甲迄落愈来愈悬，伊就是会互伊崩去，伊就落落来，落伫可能较无人的所在，是海面顶，所以阮袂回收。老师，咱一般的这个气球咱也是这个探空气球，通好飞偌悬？你讲从偌悬？通无嘛，有10公里以上。10公里通好真早看落徛悬了，通好真早偌大的范围。阮的气象伊毋是看偌宽，伊即嘛是讲伊飞起去了伊就沿路去收这个资料。沿路去收集资料，伊袂讲有个翕相无，伊个是做一寡资料的这个收集，温度啦、咱的湿度啦、风向等等这寡资料尔。所以伊袂讲过去看啥较少。另外就是讲阮可能伊会收集一寡像大气的这个成分比如说臭氧一些化学成分安尼尔。无其他的这个观察的这个资料所以阮的足单纯的。伊即届咱看到这走去美国这伊这个气球伊是较大粒啦，所以第一个伊这一定唔是做气象观测，伊有一寡特殊的目的。上知影伊要创啥，咱唔知嘛，咱拢咧摇来摇去对无？上上知，放家几个人上知啦，咱就问伊就好啊。问伊你问题是中国人伊即摆就讲我这是民用的气象公司啊，民用的气象，咱就问一下，美国。中国敢有民间的公司，我嘛感真好奇呢，黄教。其实中国有真侪民间公司无毋对，但是因的民甲军之间的界线其实是足薄的。意思讲我嘛会说讲你是你个某公司的总经理，其实伊伫党内底就职位，可能就是当什么书记，书记叫什么人官嘛，所以军的嘛是共款意思。因为解放军内底真侪人是外口有挂职。因讲叫做挂职，其实个表面的这个暗号啦。伊摕出来名字就讲总经理，还是讲董事长，其实伊内底是啥物？可能是中政部的，还是讲总参部的，就是总参谋本部啦可能内底是政府部门，包括讲香港有一个足有名的电视台，因为这个头家过去就是总政部的，伊派入外口，就国际上偌数。结果伊摇身一变，变成讲我是咧买卖国际石油的能源公司的头家，过来就开这个电视台啊，卫星电视台。
这两花三地全世界拢派有。所以咱来看这个吼，金渣气球甲这个碳空气球，今仔日咱看到讲下落来啊，初步讲，知影讲内面有啥物物件嘛？即马吼初步讲吼，表示讲内底有有翕相的设备，吼有储存的设备，但是这储存的设备就是咱落咧耍电脑拢知 ，flash memory， 就是快闪记忆体。意思讲有充电时吼，有记着物件，包括你翕着相，有传入来，马上用卫星的通讯系统传出去，传等于因北京。所以拍落来时，有一个消息讲，你摕出来检查内底记忆体内底空白，无资料，是安怎？因为拢送转去啊，免存伫伊头顶。伊免等甲伊讲，我降落了后吼，甲摕出来，甲电脑插咧线插咧，甲储存出来，甲储出来免。伊拢 real time 的很及时的拢传到转去啊。所以你拍落来了后，你讲你有翕相。所以黄总，你若看这伊这拍落来这一寡尸体吼，应该就唔是气象。第一用途绝对唔是干要看气象。当然，有可能讲我安排一寡物件吼，有寡这个检测器。所以检测就对啊。检测嘛会使啊，像讲我装一寡气象的吼，讲这个公司是咧研究气象的，安尼个一个监护嘛吼。过来，我上有感觉上有观点的吼，上关键的就是讲，到底头顶有 propeller 无？你若讲吼，依照中国外交部讲的，我是这个民间的无人的飞艇 airship。飞艇来讲，我会使控制方向，我有说动力，还是个杀过西、杀过东，还是讲我先搁起来，先搁加。其实到即马还未公布。你若讲有看到有 propeller，就是螺旋桨的时阵，迄个是都来讲，迄会使讲是飞艇。所以我们在讲中国伊外交部讲的这个事的时阵吼，讲的这税处的时阵，其实嘛透露一寡事实啦，吼，家己嘛承认嘛啦，吼。伊也有动力的时阵，伊用操控方向啊，是安怎？操控方向失控进前，你无智慧讲，你和美国这有友谊的邦交的国家呢？照你讲，伊经过到这个阿拉斯加，或者是阿留申的时候，应该吼，就应该讲出来。应该讲出来，对。好，我要请教就是将军吼，将军你在飞行的这个经历当中，敢有拄着这个气球？有啊，有对着做一摆。对对对，唔是一粒无，有的时阵两粒、三粒，伊高度吼无共，即马一悬有低的，有一下的，拢有哦。你训练的时阵哦，迄日头食着伊的反光，你看哦，有啥物物件伫遐看，哦，是气球伫遐，做一摆啦，有啦，每一个飞行员哦。会使安尼像美国人安尼 F-22甲射落来。哦，我甲你讲哦，迄 F-22哦是美国伊的科技的水平哦。科技啊，较悬，伊这个所有的这些飞行机，拢是拍飞机的，因为飞机哦是金属，你雷达吼会晓看到，但是这气球无法度，伊是橡皮。电到无法度。你雷达拍下去，无就穿过去啊，吹无，你看袂到。伊的太阳能板嘛做细，你嘛看袂到。哦，咱俩做是敢若日本迄个二次世界大战用迄个机关枪啊拍啦，毋是啦。毋是，伊的飞弹。你知影？飞弹，你看，伊飞弹啊，所以你拍个无简单的。无简单，因为哦，伊悬，伊较悬，第二，迄雷达吼，较无办法吼锁定。你安尼拍的时阵吼，你 F-22个，伊会较悬，你的飞机差不多较低，你加去拍悬，因为飞球较悬嘛，你差不多20公里甲30公里，你的飞机哦到20公里的时阵，你飞机哦就开始较笨重啊，无安尼灵活，因为哦。空气吼较稀薄较少，你安尼哦较慢，你火力无够啊啦。操控性歹，操控较歹，你着安尼要去瞄准的时阵较歹瞄准。但是这 F-22伊有迄头盔，迄头盔哦看着对的拍着对，你头盔去锁定迄气球，你这 AM9X 的飞弹发射，伊上悬上长28公里，无问题。你个头盔，飞行头盔个看伊，你飞行头盔较贵呢。你迄一个飞行头盔哦，新台币哦，一个头盔2000万呢，2000万呢，伊看着伊拍下去，伊拍下你看，伊是上少是2个空对空飞弹，人讲是三个空对，较直落，安尼呢。啊，我拍3粒才会对。你用迄机关炮去拍伊哦，因为伊是橡皮，伊碰到袂爆炸。
是一个小康，小康的时阵，伊个会单留足久的，伊差不多10公尺嘛。哦，伊停留足久，真久的。另外一个，伊是氦气，无伊崩掉时会烧起来，无火，无火就是氦气，氦气较稳定、较安全。啊嘛较久，对，较久。安尼你就知影吼，美国因为科技水平较悬，伊会拍起来。阮伫西柏林机的时阵看到迄气球，你报你的方位，伊的气球偌悬，这18公里，你知影？你报的。喺地面的关主关，关主关个考起来，考起来的时阵吼，伊就好，这民航机知影，你伫这航路有3粒气球伫遐，你爱较要注意，莫动到飞安事件，就是安尼。你伫遐看到都是监视。将军他所讲的就是讲，美国这个科技显然比中国这个科技较悬哦。刷来我要请教到这个林老师吼。中国人咧飞这个物件的时阵，伊当然嘛知影讲美国人有法度，咁是伊知影，伊也是讲，咱来看这个图表吼，这个太空气球它飞才30公里，啊，军用的真早气球是到37公里的平流层啊，所以战斗机才20公里，所以伊是甲你咧相赌讲，你就是找无我，所以我来飞，还是伊是安怎想的？老师你安怎看这件代志？我是认为讲，中国啊，吼，虽然讲习近平占面东管啦，吼，不过像胡锦涛共款，吼，咱知影这个2007年，本来中国下飞弹将家己的这个卫星啊下落，吼，就是讲，这阵胡锦涛阮也唔知，我相信习近平阮也唔知影这个气球的问题啊，吼，所以咱知影就是讲这个所以这是世界菜啦。大个国家吼，唔是讲完全都有法度来控制，而且这个是唔惊这个国防部啊，佮有外交部啊、气象局啊、因的交通部吼，所以会在讲这个是一种的意外啊，并唔是讲故意要来迫害。老师是认为讲布林肯这唔是雕工的啦。布林肯要去6月7号车来要去北京访问，本来是讲习近平阮要接见这个布林肯，吼，这个是较大的代志啊。你即马变做有一个较小的代志来破坏这个两个国家足重要一届的会面，吼。所以我来认为讲这个唔惊是中国，咱看这美国来共款，美国应该是为足早了。知影这粒气球飞向的方向，吼，但是美国国防部伊安尼讲，伊无准备，伊反对啊，吼，美国国防部反对，以及美国的本土的空中来下落这粒气球，所以咱就看见时间有牵较久，但是离开这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差不多6海里，抑个是美国的领海领空的顶端。将它击落，所以会在讲击落以前，美国有首先来对中国来讲，吼，所以美国甲中国都知影，都已经有这个协商啊，吼，就知影讲这气球造成两个国家无欢喜啊，但是中国是希望会当好好来处理。所以老师，你认为讲，唔是表面上讲？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执政当局，足生气，敢是安尼？你就认为讲是大家拢讲好，你怎么嘛较差不多的？我拜托歹势哦，失礼哦。我互你飞出去了，我才甲你下级。咱会在安尼看，共和党甲民主党，吼，甲拜登政府是无共款。共和党伊即届内底对这拜登政府，生啊无第一个时间点。你明明知影，你都无讲，无将伊击落，反对这拜登来欺骗。哇，迄美国的 Fox 电视台是安尼9点钟安尼一直直播啊，你甲反对啊。所以拜登阮有相当的压力啊。不过我是认为讲，这个气球的问题，吼，一定会过去，而且紧会过去，因为这两个国家因。最重要就是讲，希望2023年
会当来建筑一个护栏，就是讲这个安那来保护两个国家未来相弄啊，啊，所以外交部长秦刚甲这个布林肯，这个财政部长耶伦，有哪有准备？中国有哪有邀请？有哪要准备要去中国来访问？所以这个事件，这个意外应该老师定义这是意外了，对吧？意外，这将军，你感觉这是意外吗？还是讲突然间出来偶发的这个偶发事件啊，偶发的事件，但是在美国国内的这个情势，甲操纵就变做讲，我对我有利，对我共和党有利，啊，民主党无法度落台，啊，必须要来，我嘛爱真生气，真生气，敢是安尼？中国来看吼，伊唔是吼，调岗的事态扩大，唔是安尼。我就是做科研的、研究的用的，而且用当然啦，研究用的嘛要用来军事的用途，嘛安尼有这种可能。所以将军你的意思是讲，这粒可能唔是间谍卫星，间谍气球。大陆安尼讲嘛，但是你知影吼，迄做这物件，这科研的迄资料吼，统计起来哦，会让做军事的用途，安尼就是安尼。唔是哦，要调讲，我就是要迄侦察用，因为侦察用你知影，迄有人造卫星看得好啊。对啊。你安尼人造卫星来收集，安尼人造卫星做一粒伫迄美国的太空，逐工拢飞过来去，你嘛拢知影。但是我即马过去做科研用途哦，我嘛有获得资料，这资料来比对，因为你的情报吼，唔是一个管道。你爱去比对吼，去验证吼，这刚是真正的，还是吼，嘛有另外的迄情报无共，安尼你爱比对，就是安尼。而其他飞过去个，好拍落来啊，美国你就知影，因就借题的发挥啊，变做政治效应。本来的时阵就是一般的科研的用途，即马变做即马政治。所以，将军，你也是感觉讲这是本队是意外，唔是中国人调节要甲变成这个事件，或者是讲，伊感觉讲你美国人未发现，所以我一定甲你用。有的时阵你知影吼，在跨洲飞行哦，伊飞行哦15000公里，15000公里伊是高空风哦跟。喷射气流上悬的时阵吼，一点钟是250公里呢，比风带搁较强呢。就是安尼，你高空风哦，纬度无共，就高空风的强度无共。你的季节春夏秋冬无共，你的高空风的条件嘛无共。所以也有可能有性误的所在。对，你安尼飞来飞去哦，你电脑去算吼，无安尼精确。你开去美国、去加拿大，或去墨西哥，你唔知影呢？因为哦，愈远哦，愈长哦，愈无准，起码飞到蒙大拿，从这个凯罗来纳州出海，你本来的时阵你唔知影，因为这气球哦，无任何动力，伊就是一个太阳能板，伊无propeller，吼，你就无有动力。你就是完全按着高空风哦去行，伊行要安怎？你无法度哦，较精确的去预测。将军，你感觉这是无动力呗？无动力的，无你动力的，你看伊的相片，伊就是太阳能板，伊无 propeller， 伊 propeller 哦，你有 propeller， 你就较重，藏在内面。你有机器哦，无，因为哦，这气球哦，伊的重量，伊嘛有限制，伊唔是氢气是氦气。伊的承重就会有限制，你有这propeller吼，你就较重啊，较重就无安尼悬，你爱悬你就爱轻。但是咱看这个路线吼，实在真趣味呢。伊也飞过韩国的马六，啊飞过这日本的边缘，哦，迄七角长湾安尼西，啊个阿留申群岛，啊个切入阿拉斯加，哦，这个环游世界84天呢。洪总，你感觉咧，这是无动力的、无操控的吗？咱是吼，先退一万步来讲嘛吼，讲咱先相信伊是无动力，咱先相信伊是无迄个意图。这无动力的情形之下，安尼飘，我小姐来请教你大 boss。所以啊，要做到这点，
有法度，我行讲我要行的路较准的时阵，包括伊咧点讲吼，我技术偌好咧，吼，我对这个高空的气流研究了偌透彻，吼，我要有出伊后1分钟就要倒弯，就要倒弯，后2分钟就要正弯，就要正弯，讲门遐较熬，我先存疑啦，吼。第二个讲，顶面可能上悬的人可能唔知影，但是第二坎的、第3坎的知唔知？因即马甲伊一个气象局长甲台主管吼，叫伊等去接家己吼。我感觉吼，迄是退罪的啦，吼，叫伊打尔啦。因为这民间的公司，伊讲伊是咧研究气象嘛，吼。啊，研究气象的顶书就是外包嘛好，外包的单位、发包的单位叫做气象局，中国的中央气象局。啊，他伊个头拄好尔，吼，叫伊落台拄好尔，讲这拢你用责任。但是对顶面来讲呢，伊是管全规国际的代志，拢爱掠调的，包括因中国，先甲讲一句话，我来甲地球管起来，什么意思？全世界我拢管啊，所以一粒气球走去美洲，哪有啥物大代志？可能这第2坎的、第3坎的人的心态是安尼，吼，我不管。所以你呼应着林老师的看法是讲，习近平伊是唔知的，伊唔知我紧，即摆叫下骹手咧，你甲我跪，你甲我母这，因为自下骹手的角度来想讲，我立功的时阵吼，阮头家嘛真欢喜啊！我规世界拢走了啊，拢我收集了啊，讲头家讲这偌好的资料啊，习近平嘛可能讲，无要紧，好，我知，我袂甲你发。但是若出包的时阵，就发咧气象局长，这是太会赚呢。即我咧来请教着贾博士吼。伊敢有讲无 propel 啦，还是无啥物动力的情形之下，飞到安尼遮水着安尼。哦，第一个吼，咱即摆看到伊这个路线图吼，其实伊咱爱先甲大家讲就讲咱地球圆的嘛吼，所以伊这路线无讲可能毋是甲外口画迄款的安尼啦。因为伊这是一个大圆路径这款的，伊安尼。伊安尼西安尼走，这对北极的这个角度安尼看的嘛吼。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技术敢会足困难？其实无困难。无困难。怎讲？2次世界大战。贾博士，你认为你也会样做？我是袂晓啦，高人会晓。2次世界大战应该是1945年，日本人啊，哦，真正厉害，伊对气象嘛足厉害。藤原。头先咱的迄个将军有讲过哦，咱。即嘛气象伫较悬顶头有一个足紧的这个气流，喷射气流 jet stream， 伊吼甲咱高铁仔的速度差不多。日本人迄当中偌巧咧，巧到吼伊迄个设计这个一个，嘛是这个空飘物哦，走去了喷射气流，走去了美国本土。加在伊吼有设计一寡定时吼，因为伊若伫高空，伊随着这喷射气流，伊就一直伫迄个关度一直走。哦，所以若走到美国，这时间拢通算会出来，伊个气流偌紧，咱时间通算会出来。哦，当然伊可能有一寡误差吼，所以等伊这气球走去美国的这个附近，伊要互伊落来这个所在，伊通互伊这个控制，哦，互这气球落来。啊，伊迄届吼是加在是讲吼，敢若无啥物啊一寡，因为落的所在还是有误差哦，伊就落到啥物地点我有啥袂记咧，但是就讲加在无啥物代志。哦，所以哦，利用这个高空的喷射气流来做一寡特殊的任务，这真简单。2次世界大战日本人都做过啊。哦，所以第一个讲，这个技术不会太难。第二个吼，咱即马看起来讲，伊即个这个美国看到这个太空气球啦，不管是不是太空气球啦，第一个就讲吼，因为咱做气象的观测，就太空气球，伊的这个赛数主要较细，所以吼。我头讲，第一就是讲吼，美国这个气球吼，唔是做气象观测啦，伊是做啥？伊做啥？你就讲互清楚就好啊嘛。你就讲无人的，你就咱中美关系即马讲要较好一撮，你就老实讲就好啊，慢慢讲安尼，转来转去，你是啥物目的对无？所以我是感觉吼，科学，咱去讲科学物件吼，真清楚啦，但是讲到政治吼，就较复杂，所以吼，阮为阮气象的角度来看，老师，你这科学家你嘛真正直哦。咱这问题真简单啦。这个家规，你讲是阮讲太空气球，
你讲是 air crash 不要紧，迄拢有定义。你讲这是阿猫阿狗的探空气球，拢不要紧啊。重点毋是伊叫什么气球，重点是讲你这是要创啥嘛？我若做气象观测哦，即马全世界这个咱讲气象站哦，很重要一个站哦，不管是中国、美国、台湾，啊空军，咱的空军拢有放，一天放2届，啊放去了哦，伊这甲天顶哦，差不多10公里以上，伊就会崩去。伊就崩去啊！伊就会落落来。所以气象的探空气球，伊的材质。甲咱伊即摆看应该是无共款，袂比伊飞遐远着。我看过太阳能板呢。所以伊的目的，我就讲，毋是做气象观测啊。你要做啥物观测，我有影嘛毋知，伊要看啥啦。吼，第二个吼，咱即摆重点就是讲哦，美国也好啊，咱美国嘛是老实讲嘛，你甲弹落来了后，你有看到啥嘛？啊，有啥物仪器？哦，咱就通要。啊，当然啦，上好是讲吼，有当时咱啊。代志若做唔对哦，咱就老实讲就好啦。但是政治是较复杂，袂安尼嘛。吼，所以我是老师安尼，你这个真无政治哦。我本来就无政治啊，这政治拢是人咧算的啊，对无？所以吼，咱即摆看伊即摆，第一个我是感觉吼，当然美国伊内底内部嘛有一寡内部的氛围啦吼。反正内底若无好，咱就连若有一寡外口的代志，咱就借着外面的事情来这个什么内安外安尼啦，来拉者啦，对无？啊，当然，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啦，哦，所以我是感觉我较确定的，第一个就是讲，这个气球毋是做气象探测，你要做啥，我主要毋知，因为你物件跳出来，咱较知影，哦，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哦，伊这气球会飞到伊路线飞到遐固定走去美国的这个路线吼，应该是有特别去算过啦。应该我是感觉应该是不管有动力还是无动力，不管有啥，伊应该是有算过。哦，啊当然啦，美国人嘛是厉害，伊当然伊可能咱即摆看足侪这个新闻的报纸咧写啦吼，讲伊可能是尽早就发现啦，或是讲伊趁到即摆这个时间，伊才甲讲出来。当然讲出来时间点，伊嘛是即摆看起来嘛是有一寡敏感嘛吼，所以伊目的有影咱毋知影，美国人有啥物目的咱毋知。中国人有啥物目的，咱毋知。但是我同他讲，这粒家规毋是做气象的。哦，绝对毋是做气象。老师，你若搁讲落，应该林老师的饭碗抢去。老师，他昨嘉老师有讲这绝对唔，这哦，这有算过，哦，这有算过，所以这绝对唔是意外的事件。哦，这应该我会当安尼来做研究。因为吼，我头先讲过哦，咱气球。我若讲，伊若讲咱做迄个探空气球，上顶放去了吼，顶头这个风安怎吹？一般是拢为咱的西边吹去东边，咱是讲有一个高空西风带，所以伊飞到一个高度，差不多7公里到8公里了后，伊若是拄到这个喷射气流，伊就真紧就会走去，伊就漂洋过海，通过这个咱的太平洋吼，走去这个美国，第一个。所以伊迄高度差不多拢会固定到遐悬着。第二个呢，伊即马若是讲要做一寡特殊的观测吼，是安那讲啊？咱就讲啊，有卫星啊，伫看，伫收集资料，你是安那要做气球？因为卫星伊的时间吼，伊看是同步卫星还是无共款，伊的时间无遐长，伊袂使讲一直伫遐做迄个监测。嘿，所以这气球的观测嘛是有这个好处，虽然讲伊较俗嘛。哦，所以他将军也有讲哦，讲伊有伊的好处。是啊，哦，你若讲落来到5-6公里安尼看嘛，看较近啊。你卫星差不多拢10公里以上啊。你若要拍卫星，一粒卫星了，溢来溢去，你无溢来溢去是无可能的啊。哦，啊，咱的气球一粒才差不多1万块尔。咱讲咱的这个气象探空气球，哦，咱这嘛是去甲国外买。咱气象局嘛是去甲国外买，哦，一粒差不多万几块安尼啦，啊用迄个氦气安尼，哦，所以吼，我是感觉这个家规毋是普通的家规啦。好啦，你这个家规我林老师来说分一下。老师，他这个嘉老师是讲，这应该毋是，这应该是设计的哦，这不飞行的这个路线是有设计过的哦，伊可能是安尼，但是若是安尼。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吼，他到老师讲这意外。第二个是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政府，伊应该是有能力啊，早就看到啊。
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两个问题。咱一旦安尼讲啊，安尼讲是设计，阮也有可能是意外。哦。因为咱要设计一个飞行，但是以这个飞行的过程内底，有可能有可能有这个意外啊。所以在中国吼，在中国伊都安尼讲，就是讲因为承认这粒气球是伊的，啊，但是因为受到不可抗力，就是讲无法度来阻止的一寡因素。吼，伊就用这个原来是国际化一个名词啊，所以无法度来控制，所以入美到美国的上空，吼。但是我讲就是讲这个意外，就是讲伊绝对唔是讲一个气象的气球尔。照你讲，中国伊无需要去到美国来收集一寡气象的一寡资料啊。是啊。啊，就是讲这粒气球甲卫星。上大无共款，因为气球有法度定点，但是你这个卫星，吼，你无法度搁一直走，异照，你无法度随时来登头，所以咱知影就是讲，这个气球以这个蒙塔纳州的一站，下骹都有这个美国一寡核武的基地，美国伊介大声就是讲，伊要来保护一寡地面上一寡这军事的资料。无法度受到这粒气球来收集吼，所以我是认为讲，伊唔仅是气象收集气象的资料尔，一定是多用途吼，要来收集。有检查啦。啊，你安讲无发现，还是讲无抗议，还是无啊断落来，啊，伊就完全都有法度来达到伊的目的。虽然讲是不可抗力的因素，但是因为无可能主动。来承认，就是讲主动来甲美国通常，这就是政治啦，吼，老师。吼对美国讲，是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来阻止？咱就知影讲，伊这过程内底，因这两个国家都有参详啊，吼啊，为这参详就是讲落尾，包括布林肯要来取消，因为对王毅安尼讲，吼，就是讲伊这个时间伊无法度去到这个北京，啊，这个对这个布林肯来讲。因为那是全部美国政府来讨论，啊，落尾来甲国会来参详，啊，伊较决定无要去中国，所以对这个拜登政府来讲啊，吼，这个是一个意外，对中国那是意外，因当想讲较早翻篇啦，将这样翻过去啊，吼，啊，更重要来讲，美国甲中国后一步是怎么款的关系？这个较重要。所以老师，你的观察是讲，其实因还佫想要继续行落去。无唔对。哦，袂讲安尼变去，有的人讲到哦，这是新冷战的开始。哦，讲到安尼，周将军你感觉咧？无啦，这无新冷战啦，这只是个理由尔啦。伊哦，小延前一个啦。对，两个延前，两个搁谈判嘛，安尼就知哦，安尼这只是关起来，两个拢相互需要。经济贸易，所以咱拢是边仔咧食西瓜的群众啦。因为你来看吼，这气球吼是超过气象的用途，但是科学用途较济。以将军你飞行的经验吼，你讲你也看过2、3届嘛？对，吼，阿强啊，中国人敢会来对咱的这个。专岛来创这个代志，你嘛是爱知影哦，伊的这你做这站吼，要相拍的时阵哦，这大气的迄现象你嘛拢爱了解，你的温度、湿度，还有这个高空风湿度，还有气场，伊拢无管，高空风的管就按照季节，伊的寒天的时阵较会，所以热天的时阵较悬，你都这就是我要问啊，我甲你请教吼。伊即马派这个战斗机来飞吼，伊也开油钱，啊，咱也开油钱，啊，伊不如伊敢会袂想讲，我不如来用这个加几气球来甲你射安尼。伊使无人机吼，伊来遮，伊讲我嘛要训练。你每一个人吼，每个月吼爱飞15点钟，
你着去遐飞就是啊。哦，做健康的意思。对，你去遐飞，佮会使做，佮有真济的用途。安尼这是歹信用呢，开了剑道机来做健康的。对啊，你安尼啊训练，你着去遐训练，去台湾遐训练。你安尼嘛有飞着，嘛有伫遐做，甲咱惊着安尼，拢有啊。你安尼对伊来讲，哦，我一举两得，安尼这种好代志，我看也无爱去做。当然安尼啊，伊真敢要开钱就对啊啦。伊就是爱开这些钱，因为我开伫迄内面，我开伫台湾岛，安尼就上好。安尼你嘛会报道，对无？你知影你台湾嘛紧张，你台湾嘛是要消耗，你知影我的存在就是安尼啊。伊的气球哦，飞到台湾，对台湾哦，伊会安尼来讲哦，伊的气象的这性质较悬，因为哦它是局部的，因为知影哦台湾哦是一个长形的，伊安尼就过去啊，安尼就过去就到太平洋去啊，按照所以以将军来讲，这个气球其实是飞行嘛是有一定的速度嘛，对。啊，但是咱头个讲satellite吼，这个卫星吼，搁较紧，所以比较着气球来讲，气球较会讲较定着。是不是安尼？对，高老师，伊就吼较详细的，因为伊知影吼，低轨卫星吼移到地球哦，一圈哦是89分钟，较悬的大概700到800公里的吼，到地球一圈哦92分钟，够紧，较紧啊！你地球一圈是4万公里呢，伊89分钟就走一圈啊咧，安尼你收集的资料刚有较详细。低轨是200公里呢，89。哦，所以是比较性的问题。对，不是讲这个气球一直定在遐，一直扣啊翕安尼。对，那气球就慢慢来，慢慢过去，伊的速度。比如说我要翕这个，啊，我在啪翕足济安尼。你上低的时阵哦，看较清楚。你的人造卫星较悬，这咱观众朋友较悬的时阵吼，你看较无清楚，因为你愈远你看到。乌煞煞，你就看无啦，清楚。但是气球20公里、30公里就了不起啊！即马是吼，寒天的能见度、垂直的能见度较好，这气球会发挥功能。哦，你夏天的时阵哦，迄乌煞煞哦，你无迄垂直的能见度无安尼好，寒天好好。你即马吼去大陆哦，到美国，通过太平洋，差不多到遐2礼拜就到啊。2礼拜的时阵，无挂8个月，伊就伫遐你看3天就出海啊！出海的时阵，你到12海里，你就爱击落，因为通过12海里，迄是国际法，你袂使击落啊！伊这是公海，国际航路，你袂使击落。你看，伊伫6海里击落。美国哦，每一步吼拢算的总清楚诶。我啥物时阵击落，我用啥物飞机？但有一种讲法啦，吼。有一种讲法，我就想，我这有回头来请将军来讲，请洪总来讲。一种讲法是讲，美国人挑工吼，互政治安尼背一个，吼，啊，我这来算讲，我要安尼来算。即比如讲，他林老师就讲，我算讲啊，我这应该爱定位讲，我这是意外事件，所以大家咯吼，啊，你叫一个人去落柜，吼，叫伊下台，啊，阮来安怎，有楼梯放落来，互你安尼。是啊，这种代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目的。我感觉以美国甲中国这两个大国来讲吼，互相来往这个战术吼，其实比咱普通人想的较悬啦。是我嘛真赞成林正义老师讲的，其实这协调的过程吼，真侪伫私底下进行，伊无爱甲咱讲，啥喏，会无民主，讲出来真无民主。但是前提是讲，阮两个大头家要坐落来讲。要来去北京吼，啉茶食饭吼，好好讲。所以伫进前发生这个代志时，可能吼做代志的单位无第一时间甲上顶面报告。所以中国的高层知影这个消息是为美国来，所以走过这个气球走过阿里有森群岛的时，我是感觉吼，消息其实美国总统拢知，但是伊也叫做唔知，因为大项代志咧安排。我迄阵吼拍车惊现出来讲啊，这中国的气球走过阿拉斯加吼，安尼最严重的啊，因为美国本土甲阿拉斯加足远的，大部分人拢感觉甲阿拉斯加无啥物重要性啦。除了讲哦，地缘政治啊，咱讲有遮石油之外，因为人口足少的。啊，拄则佫转过来讲，拄则教老师嘛讲着，
1945年的时阵，日本因为要战败啊吼，所以掠光，做侪气球的拢甲控炸弹甲飞过倒，就是飞过奥勒冈州，就是嘛是太平洋花，啊，真正有炸着人哦，炸着一个附近人啊5个囡仔。哦，所以这老所在呢，啊个隔壁，一个蒙塔纳的隔壁呢。对啊，这老所在。老所在，所以讲，毋知讲有可能是本来嘛要做一寡侦察的用途，但是毋是要走去美国本土，这是问号啦吼。啊，蒙塔纳州这个所在佫真重要。讲真诶吼，咱真侪人讲啊，洲际飞弹的基地伫遐，毋是啊，不止哦，佫有1、2、3、4、5，佫有其他5个军事基地拢伫遐，包括有空军的、啊陆军的，啥物拢有。啊，佫150几粒的洲际弹道飞弹，用拍甲美国，美国但是伊无需要伊气球来看，伊即样卫星看了嘛知。所以你才讲，对做这个代志的单位有迄个伊有领到奖，这是一个难处。有 KPI 啊。有 KPI， 讲我走到遐去，啊，我去翕到遮的，吼，啊，因为关站的，包括相关的卫星翕遐，爱个调整时间，啊，无一定翕有，对吧？翕到无一定较水，啊，伊较低啊。咱捌也总讲吼，像迄电视台翕来讲吼，有一个蒙塔纳州的州民讲，我拍开他们，看到伊啊。是啊，啊，伊看我会看到伊嘛，所以这我也奇怪讲啊，中国当局难道唔知讲这个气球会去互大家用肉眼就看到啊？所以吼，唔知讲第一，伊家己承认讲是飞艇，意思讲伊家己要承认讲伊有法度控制。唔则叫飞艇，因为中国意大利解放军军部吼，1年前2022年1月2月，拄好1年前，因家己个咧写一堆公关有这，伊无承认有这，但是照伊的规律吼，就是讲伊写外国拢有吼，研究足久啊，美国嘛有，英国嘛有，欧洲嘛有，其实来讲吼，我嘛有啦，所以伊家己拢无否认讲伊有军事用的侦察的气球。但是伊即摆做了就是讲，嘛你若真正100面吼，100面拢失控的，安尼个出大错，伫无应该出现的时间飞去美国本土，这是伊第一个经验。这个符合林老师的这个。但第二个经验就是讲，我本来就是要飞过美国本土，但是呢，走伤紧，还是走伤慢，去用看到。时机唔对，不过时机佫唔对。啊，佮飞了伤低。因为伊会想讲。恁美国、加拿大拢有咧研究那个太空气球啊，研究气象的啊，有做者气球咧飞的时阵，可能唔知影是我的啊。啊，我嘛一查的时阵讲，这嘛属于民间的啊，中国民间啊，无要紧啦，夫的无要紧。伊想讲美国拜登政府会甲公布。大家小赌啊。嘿，啊，结果唔是，其实这个显示讲吼，对安尼老师嘛讲着，美中两国各有做者矛盾吼，可能坐出来谈10摆拢10。讲袂出家，所以只好讲，到这个时阵，我拄好找到这个机会，这个气球飞入来，对布林肯来讲，哇，真好。我烂残尊咯。是，都拄咧，拄咧就好啊。哦是，江老师吼，这个中国的这个研发吼，以及对气象的研发的能力，还是这种能力吼，到底在你的看法，尤其这摆这个气球，恁这个科威的人是安怎看待这个代志？第一个吼，其实中国即摆的气象的进步吼，其实有走较比咱台湾较紧。哦，这吼，咱为迄个北京申奥迄当阵开始，哦，因为这个气象这个投资啊，钱都甲降落。第一个，第二个吼，咱即摆台湾是较差，较无法度的环境是讲吼，因为咱毋是伫迄个世界气象组织内底。哦，所以有一寡这个限制，可能咱的限制。安怎什么限制？咱比如讲，有一寡因迄个世界气象组织，因有一寡共同研究的一些科学议题，咱袂当参加，咱可能无通参加。哦，就像讲咱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 COVID-19 共款嘛，伊就有当时伊内底有一寡资料，咱可能无通摕到。虽然讲哦，咱气象这个有一寡资料伊是 open 出来，但是美国 open 较侪啦。其他国家是较少，所以吼，第一个讲中国的气象的这个能力吼，老实爱讲啊，其实有超过台湾，可能有超过台湾，因为吼，其实差不多20几年前，迄当阵啊，咱台湾甲中国各有一寡交流。哦，我捌去过中国，
去参观迄个因北京、甲南京，我捌去过。但是后壁吼，咱即马交流就较少啊，缩起来，咱都唔知啊。我迄当仔看，因为有去几家，因有当时因嘛来遮参观。其实我去遐看，我感觉因迄边的一寡气象的这个发展哦，其实有超过咱台湾。讲实在，哦，这是咱有一寡环境的这个因素。这是你的推荐，啊，那照即摆伊的这个表现来看，即摆表现吼，当然吼，头先迄个老师呐，你老师你来拍分数，你要拍几分？卖啦，咱唔好甲拍分数，咱就讲就。咱咧看到这个资料啦，第一个讲吼，我头先讲过，2次世界大战日本人伊嘛是厉害啊，吼，虽然讲伊落对所在无落到伊要爱的，嘿，所以伊迄个损害较少一撮。当然啦，这个设计哦，咱也嘛讲天气嘛是有变化啦。哦，讲来讲去哦，就是讲天气，讲气流有当时有一寡变化，算无好，哇，就走了伊可能就走去唔对所在啊。哦。确实是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情形可能出现啦。是，但是哦，我是感觉就是讲哦，第一个就是讲哦，咱就咱即摆看到这个资料，我就讲伊这都唔是气象的观测啦。讲实在，伊就讲兼咧做气象，好啊，你兼咧做气象，你是主要是做啥嘛？你就讲好明就好啊。当然啦，这是咱为科学上理性探讨，所以以前啊唔讲较清楚的，就表示有一寡 under table 的嘛。哦。第二个，我是感觉吼，因为我最近吼较有伫看这个欧美因即寡吼过去的历史哦，欧美啦，西洋也是俄国人吼，因拢爱下啥物西洋棋啊，迄西洋棋拢爱算的。你毋是我毋是讲我行一步，我甲我看几啊步，所以我相信哦，因伫当然啦，咱伫足济这个像讲政治的这个议题哦，我是感觉应该是拢有去想过。一寡可能。老师，你已经抢我的饭碗。我的问题就是要问这。哦好，安尼就好你。我要问林老师。林老师来介绍。因为吼，若是照林老师，还是照这个教老师讲的，就是说来美国甲中国在2023年，因的布局，因是要准备来和解吗？还是要继续来围堵？啊，咱台湾，你进前甲我砍入去，叫我来创这创那，啊，咱该放在哪里？当然，以这个气球吼，这个事件以前啊吼，咱上烦恼就是讲台湾以这个麦卡锡要来访问咱的一寡立场吼，搁另外一部分就是讲这个美国战争军方东讲，这2025年吼是较危险吼，但是咱知影就是讲美国是安那来定调即届的事件，伊认为讲即届事件是一个 incident 就是讲意外啦，意外。人就问啊问讲你是到底是即个意外还是一个危机啊？伊讲阮那是意外啦，吼。而且即个布林肯伊有安尼讲，伊有准备要以上紧的机会、上紧的时间要到中国访问，吼。所以咱即摆就爱看中国是要安那来表示吼，另外就是讲美国，我想啊吼，美国下一步啊，我那个继续讲，继续讲就是讲有需要，和布林肯加这个中国外交部长还是王毅紧来会面吼，所以我头先就讲紧将这呀。变过来啦，对啊，往落去行啦。但是咱关心的是讲，咱台湾人，你进前甲我讲这讲迄晶片安怎哦，大家咧烧钱创啥？咱已经爱准备啊，咱这个角度是毋是爱继续爱行落去？当然咱爱继续吼，日本甲菲律宾甲美国因有那种继续吼，咱知影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已经礼拜去到这个菲律宾，本地美国与菲律宾有5个军事的基地啊，吼，即加4个，拢都有9个，加出来这4个，最重要以这吕宋岛的北边，这吕宋岛的北边就甲这个巴士海峡上近啊。咱看去去年的8月，这中国的实弹演习啊，这第5号的这个演习区啊，以及巴士海峡，所以对菲律宾来讲。
有这个需要，对美国来讲，阮有需要。美国、日本、菲律宾、甲台湾，都讲也是爱讲啦，啊，准备也爱准备啦，无毋对，爱这种心态啦。是老师，这就将军呢？对对，安尼迄两个吼，都相互的需要，伊个暂时啦吼，暂时减速，但是哦，你爱放长来看吼，都爱解封，因为两个人相互的需要，安尼爱需要啦，需要安尼，因为美国你知，美国是超级霸权，但是哦，中国大陆哦嘛起来啊，来起来的时阵哦，你莫互伊减速，莫安起来啊紧。要较慢呢，无哦，你得喊我哦，分庭抗礼哦，平起平坐啊，就是安尼。美国的是这种想法，那美国家内这种想法嘛是正常的，伊不爱吼大陆喊那我足紧的都走起来，喊我平坐平坐，所以伊安那减速，伊即马这气球的代志吼，就是一个做好的理由。我安尼我就你以为你放气球，你无好心，我起码我布林肯都无爱去你遐，甲你来讲。安尼参详，安尼互动，安尼阮就不要降温，你就要按这样播啊，你容两波好啊，你看要。